大暴雨，大暴雨，又走上嚟啦，又係取消咗訂期，兩個小朋友都2斤3啊，兩個小朋友。妹妹釣完，等食喺度。好，又嚟剩翻個90分鐘，數下釣到幾多隻先今次？5000蚊。又一隻。啲乸都咁大隻，今次，正，好搞掂。天哈利多小朋友普遍今次少少喎，唔錯喎，啲 size 大下，呢啲，哇，煙正，老細又換咗個爐啦，今次呢個爐可以抌你，擺落下邊，反都唔使反啦，擺咗落下邊。乾手淨腳，好搞掂，好。搞掂啦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